且若繼續來看日本的千葉縣，昨尾仔上大雨，雨量是破紀錄，有8個人死亡，超過2萬戶停電。真濟所在攏做大水，都參成田機場嘛出大水，將做孤島。昨暗為機場往回到市區的交通，不管是電車也或是巴士，攏總停駛。有7000人調離機場，有袂少台灣的旅客是直接困佇機場，佇航站的大廳來過暝。航海大廳客，攏是人，所有行程攏去予大雨拍亂去，旅客調入咧東京成田機場。昨暝日本關東熊熊上大雨，致使機場附近的電車、公車攏總凍點，超過7000人調佇機場。而且佫是3更半暝無地走，這點人只好困佇咧機場。有台灣旅客笑講，這個經驗真正是真難得。加在地勤人員經驗應變，搬來一箱一箱的面床紙瓦甲物資，勉強互因過暝，有人是趕袂赴到機場。哇 ，My God！ 各位，超扯！現在外面電閃雷鳴，風雨交加，又打雷了。然後呢，我們現在這台成田特快被困在千葉車站了。我也不確定我到底趕不趕得上我的飛機。車路交通攏受到影響，就算航班會當正常起降，人也無一定會赴到機場。大家現在也都處於很崩潰的狀態，然後我在用 Uber 或者是 Go 的 App 來訂車的時候，也幾乎都訂不到，因為他們的車輛在地圖上也都顯示定格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淹水的關係，所以現在完全沒有車子在動。高卡邊講要砸客停車，航海門口擺一堆人，接送區敢若一台車，旅客請着急，安全也想袂到，這座旅行的開始甲結束會這麼樣狼狽。